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继续来关心咱这个疫情吼。有影看到这疫情是起起落落，本地咱看到讲6月14，这个全国第3期警戒要来解封，但是即阵佫延长到这个6月28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因为这样一个延长吼，本地要伫7月初来举办的这个咱讲高中生哦考大学这个指定考试啦吼，嘛决定要延前到这个7月底，来到7月28到7月30啦吼。咱讲虽然今日整体这个案例已经降到211例哦，死亡人数是增加这个26例，但是咱来关心的就是讲，可能是这个部分啦吼，是啥物？是台检的这个部分，尤其咱看到讲前2天拢下大雨啦吼，所以这部分是毋是会影响到咱规个整体采检的这个母体数吼？至少咱今日这个降到这个211了，就中心讲嘛是考量伫内底啦吼。另外咱来关心讲，全台湾即阵总确诊这案例，拢总是11491例啦吼。另外看到讲12190例吼，是这个本土案例，另外有1148例是个境外移入啦吼。咱来好好关心着讲吼，即阵已经破万例啊，咱安怎甲这个数字降落来？尤其来关心就是这个苗栗这个部分，咱看到讲这个科技业外籍移工这个问题吼，即阵佫扩大，咱看到讲吼，敢若一间这个京源电子啦吼，238人吼。本国籍的差不多38人，另外咱讲外籍移工伫遮占200个人吼，另外消防共款15个人吼，地方共款12个人吼，所以咱看到讲啊，这规个这个数字来看，拢是外籍移工为主，本国籍咱讲吼是第2个这个部分吼。另外咱讲吼，即阵因为看到吼这个外籍移工，所以这快速体检爱紧来做。另外针对移工宿舍这个部分，群聚感染拢伫遮来扩大，所以即阵劳动部嘛讲，针对着50人以上。这个宿舍要进行扩大这个查封，咱过去嘛有咧讨论过啦吼，就是讲这个移工的这宿舍，真正有的人吼可能8人住一个间，啊另外佫有这个10几个人住一间，拢总有这款的这个案例，所以即阵拢爱好好来调查。另外，咱嘛讲到，即阵疫情真咧加紧的这个时阵啊吼，咱真正感谢来自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送来咱的这个疫苗啦吼。针对疫苗的这个部分吼，咱讲日本送来124万吨吼，美国嘛要讲吼要进咱讲75万啊这个疫苗啦吼。所以咱讲即阵疫苗。豆豆咧来啊！咱讲开始吼，6月初7，即阵嘛讲到公费疫苗的注射是拢总免费啦吼，即阵嘛免挂号费等等这病院行政费用吼。但是咱讲这个顺序上，也阁是爱来排队，尤其咱看到讲湘北市遮啦吼，佮第1类甲第3类先做好了，咱讲买手第4类吼，小可来较等一下嘛无要紧。但是咱即阵真正爱感谢就是来自这个美国吼，因坐着这个军机吼，美国空军4妖怪吼，这个吼来到咱台湾因本地伫韩国遐做访问啦。小连刷，我想讲，哇！我伫台湾停一下，要甲这个好消息，甲咱台湾人来讲哈。尤其咱看到这个 Duckworth 这名参议员吼，伊过去伫咧泰国吼 Bangkok 来出事啦吼，买手吼随着家庭来到倒位，到美国了后，伊讲伊的这个家庭吼，这个厝内吼过去是住伫咧中国广东吼，但是伊拼死拼命为着要追求这个咱讲吼，这个自由的这个代价啦吼，对抗共产主义吼。咱讲伊的这个家族是安尼用行吼离开这个中国啦吼，伊嘛要讲吼，伊要袂放杀掉咱台湾，袂互咱家己孤军奋战吼，这声音听出来，就真正互人感动。尤其咱等下好好讲到伊这背景吼，伊过去一个 Iraq 吼驻军吼，但是伊坐这个吼执行任务的这个乌鹰直升机吼却失事啦吼，但是伊买手伊的这个吼，咱讲骹是断去，但是无影响到伊规个整个的这个精神吼。甲咱讲到真正鼓舞的这个消息啦吼，所以咱讲吼国际疫情啊，是讲咱台湾疫情当咧加紧的这个时阵，佫有国际来这帮忙吼，真正咱咧非常的这个感恩啦吼。透过今节目，咱就做伙来关心国际斗相共，甲咱台湾安怎来自救。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咱要邀请台大流行病学甲这个预防医学研究所教授陈秀熙。伟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教授哦。头拄啊，才结束咱讲这个新北市这个政府的这个记者会，随赶来咱的这个现场。第二，咱要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洪德仁。主持人，咱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要邀请新北市医师公会理事长周庆明。伟明好，大家晚安大家好。
感谢理事长，迄当阵嘛，伫这个记者会哦，咱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带领着这个鱼皮还有300多名，这个咱讲吼第一线人员要进入，咱讲快速体检，要甲咱斗3工哦，尤其即阵量能一定要维持好够啦吼。首先，咱们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个指挥中心即阵有真侪种的这个措施啦，尤其咱讲延长着吼，这个全国第3级的这个境界到6月28，另外吼，小连刷影响到学生考试的这个权益啦吼，另外加强版的这个全国吼，这个第3级。境界，各有什么作为？先做来看。我们新增的211例的确定的病例那有3例境外移入，那死亡的案例有26例我要跟大家宣布，就是这次的那个3级警戒要延长至6月28日，要延长至6月28日。那么全国各级学校含公私立幼稚园，我们就继续停止到校上课，以居家。停课不停学的方式延长到7月2号，也就是高中以下这个时间的休业式，那接续就放暑假。今年原定7月3、4、5所要办理的大学指考，那么经过整体的疫情的评估，那么大考中心、招联会跟教育部，那么在这方面来做了评估，那么决定延期到7月28号到30号。来办理，那么在后续也会以最高的防疫规格来进行相关的事务的规划。另外是原来预定这个111年的学测试办考试的这部分就会来取消。是咱看到讲教育部甲咱讲吼，真侪种这个做法尤其咱看到讲，即阵全国停课嘛，来到6月28啦吼。另外7月初2开始就要放这个休热这个部分啦吼。那么看到讲吼，即阵学生囡仔自这个全国这个实施着警戒以来拢伫咧处理上课这嘛影响着因这个学习的这个部分。所以因讲即阵推测着真侪这个线顶的这个部分来互因去这个停课无停学啦但是咱嘛要来继续关心着讲什么时阵真正会当好。恢复到咱过去的这个正常咧，咱看到这个数字真正是安尼起起落落。自咱看到讲这个5月19，全国这个第3级警戒开始，拢是维持着这个500例、500例、300例。当然，这其中有咱讲过去的这个校正回归啦但是即阵哇，今仔数字表现了袂歹211例。但是过去咱拢有经验，看到这个数字降来，咱就可能有人佫开始放松地势一波高峰过，一波高峰佫起来。咱讲规个这个5月19还是5月17，这个高峰已经唔是这个上悬的咱讲一波一波一波啦咱这个周期，尤其拢是扫过去清的这个货底啦安怎来去看讲咱即阵的这个表现，是毋是会当从这个3位数的这个数字降到2位数，则代表是讲咱的这个疫情真正控制先来请教这个秀熙教授。是我讲委员讲了真好就是讲其实过去甲这头前已经清掉嘛不过。我感觉就是讲，即马目前的状况是安怎，咱会去要延长包括大学联考延长。我想即马目前已经按迄个万华过去的社区大流行啦这种流行就是你头拄仔讲的上高峰是。其实咱是有降落来。你今日看到这个数字，其实是3级警戒伫2礼拜以前上好的点。OK， 有影。对所以咱唔好袂记哩。其实3级警戒就是咱一般我讲 NPI 啦，是。伊会随时间的变动。所以你若讲你若搁送去了，伊就搁浮起来。但是伊这时间差拢差不多有1-2礼拜的时间。是。所以你即摆看到这点，应该是迄当阵警戒全国甲双北警戒了所反映出来的。所以表示3级警戒确实对咱的疫情是有防疫。是。不过咱即摆面临的问题就是小坡感染的、小坡感染的这种情境啦。比如讲家户是家庭来对家庭，来就是你看到长照搁有迄个市场这种密集结构，搁有今仔你看到移工是。所以移工当然，移工这咱等有时间去讨论，就是这佫无共这要安怎互伊片面变做万华这种大流行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这种病毒就是隐性感染啦是。所以伊即马就是讲，这个小波情绪是安怎那会较歹控制伊这隐性的感染者有当时你无镜头前，伊就会咱传染给互你。有影，伊的病毒量佫真悬。所以咱定定5月讲，伫家庭内底，有一个人有镜头，就去隔离就好其他人就安全。其实无影，伊有镜头时阵，其实已经感染互伊啊。已经感染嘛。所以这就是安怎家户情绪感足歹防。所以咱家户情感即马是安怎讲，这接触者，你家庭有，你就爱去做快筛。这开始真正快筛
接触。吼，是咱虽然咱即摆有设筛检站，但是你若讲去筛检到遐个人拢毋是遮正有效的接触者，有当时会浪费啦。吼，但是即摆就是讲交互感染就是安尼，啊，即种小群聚感染尤其伫长照啦，吼，伫即个密集诶迄个群聚的机构吼，比较可能。啊，是啥呢？新北市有当时也是一个真重要的防疫的重点，就是安尼。因为新北市毕竟人口密集群聚机构足侪，包括长照，所以这就是目前咱整个台湾的疫情。啊，我是甲观众朋友大家稍微沟通者，就是讲，因为吼，你即摆若搁要降低，就要缩加咱的三级警戒，大概可能要缩加90%啦。是，但是我看台湾的民众。目前90%因为民生的需求的关系吼，你这市场啊、家户啦，现在咧防疫内底可能要做到这种的程度，可能有实施上的困难啦。是不是上这个困难？所以有一寡这个体检的机制要建立吼，快速体检，企业的还是讲一般民众，真正有正确的都要去体检。所以咱就采取这种吼，若有迄个小型的迄个群聚感染出现，咱就经用这个。裁剪啊，甲迄个快速的这个调查吼，甲迄个感染源吼，甲阻断，啊，莫变做第二波，咱就袂去蹭去甲万华迄波安尼遐尼悬。啊，我是甲观众朋友大家建立一个信心啦。既然万华、甲中和、甲板桥，其实即摆拢压落来嘛，表示咱台湾的人民有这个能力会当对抗，甲国家甲这医疗吼来对抗嘛吼。其实咱即摆上重要，除了这个。确诊病例个案数的关心，就是医疗方面的重症甲死亡，是，咱来全心投入吼，去照顾这些人，互伊紧康复。咱有一个数据较少报出来，就是咱的康复率，看起来小可有较慢一点嘛。OK。因为咱头前的 case 也较侪，因为你康复率若无一直去，迄病床清袂出来 ，ICU 清袂出来，你后壁确诊病例来，啊重症就可能照顾就无这个空间。有影咱讲吼，是不是着这个境界以来是讲这个确诊的这个人数吼，到底这个解除隔离的人吼，是不是吼，这个比例上有增加啦吼？尤其咱讲吼，安尼隔离快吼，差不多嘛已经3礼拜这个时间吼，咱若讲吼，这个7天还是10天会当解除隔离来去算，其实有一波拢应该会使出来啦吼。这嘛代表讲是不是吼，这个复原的这个速度，还是讲咱真正轻镜头莫搁转吼，这个重症的这个部分，甚至这个死亡吼，拢是一款这个比例的这牵涉掉啦吼。所以另外，咱来继续看到讲吼，其实这死亡人数自这几天来吼，拢一直来提升吼。尤其咱看到讲有17个，甚至来到这个37、36，今日降到这个26啦吼。这嘛代表过去吼，这个死亡这个部分嘛是反映到，可能咱轻症了啊，是转重症，尾手死亡。有影也是咧清过去吼，这咱所追查袂到，还是讲追查一半这个部分啦吼。这个死亡率的这部分，咱搁先到这个洪医师啦吼。洪医师你安怎看吼？即阵死亡的这个部分啦吼，是安尼嘛是关价哈。但是咱嘛讲，这其实嘛是咧清货底14天进前的可能，但是即阵咱嘛有看到讲一寡这个趋势，轻症、甲重症、甲死亡，可能1、2天甚至2、3天都已经来去产生啊。你安怎看？是，咱拄啊董教授讲的。这死亡的现象，伊某一个程度代表的是落后指标，就是代表头前轻症的，伫咱5月初马上就拢入去病房啊。啊，伫咧病房观察，发现讲小可变做重症，即寡人优先就拢甲即寡 ICU 拢占满啦。是，所以到后壁真正有重症有需要的人，有可能咱头5月20号左右。碰到一个真辛苦迄阵的过程，救护车，啊，踮仔柜仔头热热些找无病床，所以迄是咱上痛苦的一个时间。啊，相对的，台湾的医疗的水准，某一个程度是算袂歹，所以咱会想出足侪方法去改善。啊，但是无论安怎讲，因为这波是英国的这突变的病毒，伊的特色就是拄啊，董教授讲的，足侪是轻症，还是讲无症头。啊，结果伊就有传染力，吼！啊，大家嘛咧讲，迄个感染了后发病前2天到后壁10天，这种有可能会传染。所以伫这边，咱的家庭内底会传染的状况，也是拄啊讲的，人较侪的所在，拄啊嘛有讲过啊，老人安养的地方啦，传统市场啦，啊，也是讲咱即摆讲的移工的宿舍，OK， 吼。头前迄寡部分，咱拢慢慢咧克服啊，啊，但是伫咧病院的这个量能，某一个程度。就会发生拄啊讲的，有可能入袂去病院，伊踮咧厝内底亡生去。有诶嘛是有可能到病院了后，伊经过治疗嘛是共款变做重症，啊嘛是有这个死亡的结果。但是我相信某一个程度，
咱的这医疗的农民吼，伫咧这个阶段慢慢啊来分流了吼，应该这个部分会愈来愈改善。是啊，特别啊，伊要甲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报告啦吼，拄我讲的吼，咱来看了，咱对今年度的这个这边的这个疫情到这阵来讲，咱的死亡率吼，就讲甲世界来比较讲看起来比人较侪啦，吼所以这个数目某一个程度，咱看下嘛，感觉台湾敢有影真正是安尼啦，但是呢，某一个程度咱能够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啦，来对每10万人啦吼，因为这个原因来死亡的吼，咱台湾其实是算足低的啦。OK， 咱才0.94而已。啊，但看德国、英国，因拢超过100。是。日本，迄个嘛是上好的10.7。美国182，德国107啊。这代表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讲，虽然咱今来看来讲，得到这个病，经过这个治疗，咱有经过拄仔讲的5月份吼，迄个叫做医疗量能吼，有一点在调整了吼。OK， 是讲有一点不足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某一个程度，咱迄阵的死亡率算较侪啦。OK， 但是相对咱全人口来个比较的时候，某一个程度台湾算医疗的量能，叫咱国民吼，你做这个防疫，其实是用个肯定的啦。是。同款的道理，虽然咱是安尼，某一个程度今日咱爱宣布讲，这个迄个3期的警戒吼，爱延长14天。另外，伊佫甲你加2例啦、3例啦，加强版。OK， 加强版是什么意思？敢若做3级的普通的3级可能无够，爱佫做3.5级的，是接近于4级的那个情况。迄个是咱即摆咧做的，拢佫爱特别去加强，绝对袂用放松。是对陈教授一直咧讲的 MPI 是这个有无吼？是一定爱大家更加艰苦经一个。有影吼。经了后，咱若幸运有法度控制落来，有可能这个疫病吼会叫咱变做生活的常态啦。有影啦吼，咱过去嘛有咧讨论就讲绝对袂使用来放松。是袂当放松啦。咱嘛看到讲吼，即阵即个全球确诊吼1亿7000多万人，然后死亡人数373万，吼，另外即个全球的即个致死率吼2.15%啦吼。但是咱嘛讲着吼，即个全球的即个致死率袂当吼安尼高一来去看，高一来去比啦。尤其咱看到讲，真正有一波即个疫情，咱看到讲去年吼，即个咱即个全球也好，美国也好吼，美国即阵也是即个全球确诊的这部分。因当咧欠管的时阵，迄第一时间的这个致死率吼，可能到5%、6%，甚至有的吼，其他的国家，亲像印度吼，因这致死率可能有接近10%，即款的这个趋势啦吼。所以第一时间来吼，咱来去看吼，咱这个表现其实若是要比全球，虽然安尼看起来吼，咱讲这个总死亡人数。加上咱确诊这个人数，就是咱这个致死率，安尼来看，咱小可较悬，但是咱要注意的就是讲，第一时间咱来当维持控制，差不多到2点这个部分吼，差不多拢是会当吼，咱讲维持着咱的这个医疗量能也好，也是讲虽然有这个起来这个部分，但是咱真紧就会当去较压制啦吼，所以咱看到讲中上顺来讲。死亡率袂当安怎安尼去甲比较啦吼，爱对其他的这个地方吼，这个基础的这个族群爱一直爱共款。另外，这个死亡人数也好，致死率较悬，主要是咱确诊人数吼无法度落降吼。这是这个黄立明伊理事长伊的这个看法吼。伊讲吼，这个感染者吼伫社区咧走咧闹，但是咱即阵嘛讲到有一寡 MPI 这个措施伫咧吼，所以这个社区吼也阁有，但是咱安怎去甲伊病毒控制啦吼？伊讲吼，即阵攻击的就是这个中国年龄层的这个部分吼，当前甲死亡的这个案例。另外，这个王仁贤理事长还讲，是大人这个肺的功能吼，甲伊少年时敢若是伊的这2成咧吼。治病的时阵真正较容易吼，有这个致死的这个可能。另外，卫福部这个处长吼就张良吼，伊讲确诊死亡的这个个案有3大族群吼。登记照会啦吼，这个机构的这个住民也好，西药剂的癌症的这个患者吼，若是有这个慢性病，拢是身体较虚啦，死亡情形较侪。有影咱表现伫咧咱的这个数字优元吼，拢是6成，这个3成以上吼是60几岁以上的这个4大人吼。但是头拄仔咱嘛一直强调，死亡率袂当安尼去比啦吼。继续咱请教这个周理事长吼，安怎来去看咱台湾即阵吼控制了也算是好啦吼，但是这个死亡率真正袂当安尼来比啦吼，你安怎看咧？我是感觉这个死亡率吼，甲阮的确诊的人数吼，应该是有相关的啦。是，因为你确诊人，那真正一直讲，逐工安尼4、500吼，其实即寡人有一寡就变
重症。OK，啊，重症了后，伊就爱去变迄落死亡。死亡。所以一直会累积起来。是。累积起来了后，就是这种结果出来。所以我是感觉这个确诊的人数如果慢慢啊稳定，像今仔日安尼，200几个，有可能，阮的迄个死亡的人数比例就会降落来。OK， 所以我是对阮台湾的医疗的水准有信心的啦。但是因为即马确诊的累积上紧，是上多的时阵，一定会影响到阮的医疗的量能。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但是我嘛是感觉，其实政府嘛看到这个问题，其实即马嘛是有咧处理。处理就是讲，像最近就是甲迄落，阮1到3类的这个注射的这个注顺序疫苗顺序有调整。对这个长照机构，个迄落社福的，个有75岁以上的老人，个有一寡像长出来就是西药剂的人，其实这拢是一寡较危险的人，伊风险先甲住落。是。第二个就是阮治疗的方法。即马台湾政府嘛进口这个叫单株抗体。是。单株抗体的时阵，对轻症甲中度的人，伊会互伊避免进到重症期。避免进到重症期。即马瑞德西韦啦，会使互迄个重症的人是较莫死亡。所以一寡药啊，慢慢拢开始用的时阵，我是感觉这个死亡率啦，确诊的人降落来，其实应该是伊会慢慢落来。所以即马种较悬，但是伊嘛是甲确诊的人数相共嘛是会高低，到最后迄个结果，我是感觉一定会比全世界的这个更较低啦，更较低。有影咱讲这个虽然这个案例悬低，但是伊其实嘛是有这个正相关。尤其咱讲确诊的这个部分伊尾手可能轻症变重症就变死亡。这死亡率当然比较过去咱讲500个人，咱来增加，真正这死亡率嘛是提升。但是咱这阵看到讲这个数字会当降落来嘛代表讲咱这阵嘛用到亲像头先这个周理事长所讲的咱这阵有这个药这个单株的这个抗体，也是进前咱讲这个汉药啦咱讲新冠1号，这个搭配来使用，还是讲这个药这个瑞德西韦会当来去辅助，相信伫咱的这个医疗量能，甲这个药的搭配之下，咱的这个死亡率拢会当来降低啦但是咱讲，亲像这个秀熙教授头讲的，艋舺咱都在下来新北市咱嘛看到数字降，台北市犹原共款嘛是有咧降的这个趋势，但是咱讲爱关心的进前有这个机构性的这个问题亲像讲长期养护这个部分，咱讲这阵嘛有较放缓的这个趋势，但是咱搁爱关心的是啥？咱搁爱关心的是这阵的这个确诊的案例，拢集中伫这个大间的这个科技业，尤其是外籍移工的这个宿舍，咱先做来看。拜一透早要去行完电子的路，排了长长的机车队，这全部拢是准备上班的行完电子的员工。不过门口的警卫需要一个确定员工的证件，才会当放行。苗栗县政府下晡记者会宣布，苗栗7号增加45例确诊，其中有44例甲行完电子有关系，消防电子增加1例确诊。因为它分流嘛，我今天刚好是我要去公司其他人就在居家。所以我们分3组，就是2天，就是1天2组上班的。行完电子车7派游览车，将高风险的800多名移工全部送去集中检疫所隔离。经过停工48点钟，全场大清扫了后，车6暗已经开工。不过外籍移工也是全面停止上班。疫情3级警戒也未解除，政府一直咧宣导爱做好防疫，但是也是有人无配合。中华警方就查到，竟然有学生利用停课的期间，到139管线骑车聚会，全部拢互开罚。驾驶人加上乘客这个竟然有11人这个在场除了1人住台中市以外，其他都是我们的县民彰化县的县民我们都有依规定开立这一个
稽查单。警方表示，这12个人拢是高中甲大学学生，顶礼拜六拢总骑10台机车到139关山聚会。虽然拢有挂喙罨，但是也是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全部拢函报中华关卫生局裁罚，每一个人上少的罚款6万块。警方也是呼吁爱遵守防疫规定，以免触法。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吼，中央即阵吼，伫咧这个苗栗这个所在吼，有这个前进指挥所，因为看到讲哇，苗栗遮可能真正是大问题啦吼。尤其咱看到讲一开始吼，因抑阁唔停工啦吼，咱等下好好看其他这个措施，但是咱看到这个人数的部分，德南吼，犹原是咱讲吼，甲这个新竹科区吼有一个连接的这个关系啦吼，所以迄当阵新竹市嘛真紧张，新竹关嘛真紧张吼，所以因即阵有这个。德吼苗吼，因一个这个机制吼，做伙来去联合统计啦吼。尤其咱看到讲，这个德南这个所在吼，本国26个吼来确诊，另外这个移工的部分有153个人，另外伫头份遮吼15个人吼，92个这个移工的这部分吼，这个移工犹原也是占大多数吼。所以咱讲吼，这个小连线这个所在真正吼离这个新竹吼真近啦吼。到底安怎吼来甲防止着咱讲传播链，莫搁去扩大吼这个其他县市。因即阵有影真认真啦吼，但是咱先来请教这个教授啦吼。咱过去嘛看到新加坡的这个咧群组感染，移工本地就是一个问题啦吼。咱看到讲过去一开始咱疫情吼拄咧开始的时阵，咱佫有印象，移工本岛就住伫咧宿舍，拢钱甲客啦吼。即阵才要讲哇，开始要甲因做吼，一人隔一间也是咱讲吼有独立的这个疫情啊，可能即阵是代志发生啊，咱才来这个防啦吼，但是。真正爱开始来做，无可能一个移工遮，咱艋舺压落来，新北市压落来，移工遮变做是一个大泡泡。尤其因佫是产生着咱讲吼，这个半导体只要主要的这个一寡这个厂商吼，你安怎看？我讲移工这吼爱抢时间吼，因为其实吼，这移工吼，甲这本国这吼是无分的啦。是。哦，其实吼本国嘛有可能担任个移工。OK。啊，是安怎移工会遮个人数？因为你头拄已经讲，就是说伊宿舍嘛。哦，啊意思是新加坡的这个情绪感染，这种密集空间，啊伊的通风环境，佫毋是介好的情况的宿舍，当然就会当扩充。但是我嘛爱呼吁，就是讲。即马当然政府已经对移工有做处理隔离吼的建议，但是伊要安怎甲雇主、甲中介公司去甲伊刷去哦，会当比较分散式的这种宿舍啊，是种这的简易旅馆的，这就是咱即马爱做的吼。但是本国的员工爱注意，因为即马伊并无经员嘛无停课停班。这吼有当时咱头拄讲着，伊厝的人爱特别注意，家庭来、家户来。啊，即马其实指挥中心已经有甲因讲啊，这个厝的你若有接触，你真正爱家己非常的诚实去知影，讲甲公司讲啊，甲即个前进指挥中心的这个迄个筛检站的人吼，紧去做筛检。哦，因为你这个抢时间哦，因为你即马咱头拄讲的哦，你若晚一天，伊个隐性感染，佫传到别人的时候，佫是一波佫起来。对，就是讲即马上惊就是讲伊安尼佫造成另外一波社区，因为从家户，哦，啊，从移工的观点来看，这移工虽然你已经甲伊做处置，无叫伊来上班，不过因为咱嘛知影，咱所有的移工伊有连接着外籍看护，是，啊，甲长期照护这，因这拢规线的，哦，所以你若以前去看，迄个。中立甲台北区间车，还是苗栗甲这个伊这区间车啊，咱到拜六礼拜因拢有勤记嘛，哦啊，但是因即摆是毋是这勤记都无去，还是讲无伫做，咱毋知影。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移工这部分一定爱希望警政署甲这个移民署甲这个劳动部爱结合起来，是啊，成立一个算讲家己小了解者，关注者。无伊若继续咧移动吼，有可能咧影响咱的康复长照者啊，去倒去甲病院，这就较麻烦。所以这就是移工的部分，啊，甲这个咱今年这头拄讲过啊，一定要去做这个今仔指挥中心社会筛检，紧甲隐性感染个案找出来，阻断伊的传染链啦。阻断的这个传播链吼，咱过去咧讲吼，这个无论是这个家户的这个移工也好，还是讲这个产业移工啦吼，即阵拢可能会变做是咱讲稳定的这个传播链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是真正爱来帮助因吼，尤其伫咧这个语言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过去一寡吼拢是做英语的这个部分，即阵是毋是爱加来派一寡这个通译人员来协助这个译调啦吼，啊有一寡这个措施嘛要紧管好掉。另外派员进入吼，咱讲这个厂区内底吼，降低这个移工的这个宿舍人数吼。头拄仔咱嘛讲着吼，
去年咱咧讨论的时阵，有初一个这个鱼缸拔出来的时阵，咱看到讲迄当阵这个宿舍真正环境无介好啦吼，即阵会当吼，互因一人一室，还是讲吼4个人一室，吼真正拢是较方便的，还是讲吼，互因去咱讲莫阁烧有的一个大关键吼。啊，主动用母语吼电话来关怀到隔离的这个鱼缸吼，尤其因头拄咱看到遮的这个数字。真惊人200多个啦吼，安尼这部分真正用母语的电话来去做一寡吼关怀嘛是真重要的吼。另外吼提供因这个鱼缸的这个防疫包吼，防针也好，喙炎也好，消毒的这个用品吼，啊专线的这个电话吼，另外佫有会当透过这个科技的这个应用来去帮助因吼。继续请教这个洪医师啦吼，咱遮做真济啦吼，但是咱头拄仔讲到家户内，比如讲你咧照顾到较4大人的，因为咱。本落无够嘛吼，本地落工无够，真正爱用因吼，这个外籍渔工，咱真正嘛真感谢。但是有当时啊，就是咱吼台湾人吼对待因的这个部分嘛无介了真好啦，吼因的这个劳动环境也好，也是等等的这个对待吼，拢真正吼有当时啊会当用糟蹋来形容吼。但是咱有影台湾人爱好好改进这款的这个部分吼，咱真正爱家当做是一家伙的人，啊尤其拄到这个问题啊，咱安怎来去应用咧？还是。我遮先来报告吼，关于即个拄仔讲的，你看护的即个义工是。我伫咧4、5年前吼，有伫咧做即个叫做居家医疗吼，有去咱家户内底，看到咱的长辈大部分拢是吼，即寡玛利亚，你甲咱照顾。我内底吼有写一篇文章，爱感谢吼外籍的看护工，看护工。这是一个故事啦，这故事其实是足简单的。一间细间房间内底吼，阿嬷吼，大人的这面床啦，倒个顶柜无法度震动，拢是吼，这位菲律宾过来的玛利亚，24点钟你来照顾。我突然间有听到一个声音，迄个是上手吼，伫面床头。借做上手，或者阿嬷咧用。安那目睭尾看了讲，安那有一个迄个布做的娃娃的迄个熊宝宝啊。所以就问这个外籍看护讲，这是安怎？是。伊甲我讲，伊足感谢伊的头家，顶礼拜甲伊买一块吼软的这个垫子，互伊吼用咧倒喺地板，是。困落较好困。我当时心肝底咧想，我困癖足歹，电器一定拢爱关起来，爱足安静的，我才困得去。这个倒喺遐，伊鱼仔边，就是迄个上手咧制作迄台机器。虽然声音是真低啦，真细声啦，那换做我一定困袂去啊。所以，咱这玛利亚吼，其实要求，迄拢足简单，嘛足感恩啦。我若要讲即个例，我相信咱台湾人有聘请足侪，拄我讲的商业，也是咧看护或者义工。我相信伫咧苗栗，虽然是讲起来拢是足趁钱的即个科技产业，但是我相信因的宿舍应该无人偌好啦。咱去年都咧去新加坡看着吼。一个最重要的移工所造成新加坡去年度的规个疫情，这外籍看护讲吼，伫迄个阶段，甚至占因2/3以上较重的这病人的状况。因对待这个移工的环境，也是因的徛的所在，有一寡人权团体其实是有足大的批判。是。这2天新加坡有一个咱。台湾人的医生，伊讲伊也捌伫咧去年度有伫咧照顾即寡移工，安尼咧隔离的病人。伊讲可能无较歹安尼啦。我毋知是到底是好还歹，我毋知影。但是我足期待啦，因为去年度即个新加坡的事件吼，因有一个足重要的一个人权的观念，就是讲因交咱是无关系的。OK， 即阵移工。在生理观念上是外来的人，毋是新加坡的人。这群人是咧替咱服务的，这群人吼清清菜菜，马马虎虎都袂要紧。所以基本上，
该隔离起来，该关起来，啊，卖互出来，爱伫内底安怎袂要紧。若有因交咱的即个区隔的时候吼，咱这防疫吼，就一定有漏洞啦，做袂好势啦，吼，一定会漏洞。啊，所以我足期待吼，咱即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一定有派王必胜指挥官要到现场去了。啊，我相信吼，伊交咱各部会协调过来的即个做法，我相信比新加坡一定较文明，较有人权。啊，上基本上简单的观念就是讲，咱会徛在移工的立场来交伊做伙看讲，伊大的环境是安怎，伊得到资讯的即个管道是毋是有公平性？有啊，咱那个当作是一家伙啊，一寡他们可以取得的啊语言的也好，那 APP 也好，无论安怎，就用去帮助因。啊，佫最重要，咱经济部已经嘛宣布。无论你是因为确诊还是无确诊需要隔离，薪水拢要照常要互你。哦，所以基本上，咱即阵伫咧即个所在，加投资一寡应该爱付出来的物件。啊，因为借即个机会吼，咱未来若真正爱用移工的时候，咱对待因的观念也好，环境也好，拢用来做改善。我相信吼，未来这种新型传染性疾病哦，一定是走袂去的啦，一定还是会有啦。啊，所以咱若即个。那有做好，未来咱就是共一家人，同岛真的是会殒命啊，我们才会有机会来应付处理更好的一个这样的情况。有影，头拄咱一直讲吼，真正甲因当作是一家伙啊吼，共国的人吼，毕竟伊真正是为咱台湾的，无论是经济也好，还是真正需要这个社会。咱讲吼，这个咱讲做一寡这个家护移工的这个部分，补足咱这个人力无够的这个部分，尤其因即阵，咱讲可能伫遮吼产生一寡这个群组感染，咱安怎用咱政府的这个措施，甲这个疫情挡来吼？当然有几种方式啦。头拄咱讲薪水要照纳吼，有的人大家就是要趁一寡这个收费，趁一寡薪水。伊啊寄付登去吼，这个因这个母国啦吼，咱嘛看到讲，即阵若是这个外籍移工，若是你停止着上班，去用居家隔离啊，薪水是照纳的啦吼，这是鼓励因吼，真正你若有镜头啊，也是讲真正会当去做一寡快速体检了后，会当吼免受着讲哇，我可能无薪水啊，啊可能会当吼卖有这个咱讲佫拖出去，也是佫逃走，即款的这个例啦吼，啊标你关吼，则嘛吼一寡高风险的这个移工。安排带入去这个集中检疫所啦吼，啊中价这个风险区啊，就是居家隔离吼，进行吼监控啦吼。卫生部嘛这个王必胜吼嘛去遐做这个前线指挥所的这个指挥官，嘛有防疫医师吼介入紧急防疫措施，甲进行疫调啦吼。所以咱讲吼，只要有一名吼员工来确诊，伊就要控制所有吼密切接触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针对着移工的这个宿舍，头拄咱讲啊吼。本地可能8个人钱一间，甚至10几个人钱一间。即阵咱讲甚至吼，爱感觉4个人一间，2个人一间，甚至吼1人一间吼，啊有独立的这个一间啊，卖个吼这个消费这个环境吼变较稳定的这个部分吼。另外针对着这个经源电子这个部分吼，部分停工嘛建立着移工关怀中心机制吼。咱好好来讨论着经源电子厂吼一开始的运营，咱讲伊一开始无要停工。买手是中央经济部卡一通电话落去，伊才要来停工。尤其停工敢若48点钟，虽然因讲可能已经无疑虑啊，因快速体检吼有做过，才会当继续来去上班。但是这有啥物款的这个风险？有这个本地是验出来是阴性，但是伊是伪阴性，伊根本就是这个阳性的，搁伫遐拍照，搁来去上工停工安尼这个部分，这个就理事长你安怎看咧？我是感觉第一个就是。阮迄个王必胜医师吼，进驻去迄个金源店遐来处理即寡代志吼，我是感觉足有信心的啦。较安心嘛吼。嘿对，因为王必胜医师吼，其实阮甲伊足熟的啦，伊真正是顶届迄个布头的病嘛，是伊咧处理甲吼足完美的。啊，我遮嘛是爱甲互大家报告讲，其实主持人还有他拄仔2个吼来宾拢讲啊，其实我嘛是安尼感觉啦，就说。即个移工吼，其实对阮台湾吼的贡献真正是足大的。吼，真正是大，大家看，这科技产业吼，其实阮平常毋知影，其实哇，遮侪拢是因替阮做出来。吼，啊，其他其实在照顾阮一寡老人吼，其实因拢
足侪拢是移工替阮做即寡代志，所以阮应该是爱甲因当做阮家己台湾人，来甲疼惜，是来甲照顾。所以我即摆看到就是突然间遮侪病人出来的时阵，阮新竹苗栗的医疗量能有法度伫短时间的时阵来治疗遮侪病人无？吼，因为伊可能即摆200几个，可能是拄仔开始，有可能后壁搁一波起来，搁一波，因为是竹苗遮科技园区吼，烧汤的呢，足侪对拢烧汤的，所以有可能后壁佫有未爆弹还未出来。OK， 所以我想到看到就是竹苗的医疗量能有法度无？吼，有法度无？所以这就是爱一个区域联防的概念。对，即摆因为讲实在，苗栗的医疗资源可能较无遐好。但是你新竹有较好淡薄但是若真正较侪人的时阵这三个县市可能挡袂牢遐侪人。所以我是讲，可能有一寡像桃园、甲台中、甲中华的病院，可能嘛爱加入即个你若较北部的可能爱送到桃园去，若较南部的可能爱送到台中，还是中华，是，大家组成一个大联盟，规个甲这个代志甲处理好，互我即寡移工尽量一定爱甲因救起来，是，因为后壁可能啥物重症啊、死亡的，可能嘛拢慢慢拢会出来，所以这个医疗嘛是最要紧的，所以我是咧这我是感觉最有信心的，但是就是其实这敢若是其中一个例尔，其实全台湾的移工有71万个，是71万，这真正是足多。我看到阮新北市嘛差不多要10万，是桃园嘛超过10万，所以其实全台湾对有移工的所有的即寡群聚的这个问题，应该各县市拢爱开始来注意啊。是，因为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冰山一角。有影，所以这个移工的这个部分咱真正好啊来去做一寡检讨啦买手伫咱讲这个进行这个快速体检有即阵嘛开始做一寡这个专案的这个部分针对咱讲这个科技业的这个部分未来啦咱讲这个移工的这个部分可能真正好来注意。洪医师来。要特别甲观众朋友报告，这个苗栗这事件足重要。是，咱有一个笑话啦，大水冲到龙王庙啦。即马咱这火是已经烧离咧护国神山的山骹去啊。OK， 这你无法来控制好即马变作森林大火那个不得了了。这咱护国神山嘛写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严重性是咱大家真正不是台湾大家共同努力，是规个世界大家做伙来拍拼。咱中华民国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是足重视这个议题。所以，伫咧昨下暗时10点礼拜日啊，我叫咱庆明兄伫咱区太原理事长召集下骹。是，阮昨有一个决议足重要，就是讲要面对遮尔大的一个。爱快速处理的一个代志，除了中央指挥中心之外，咱全国的医界、护理界等等，敢有可能大家共同来个拍拼 ？OK。所以，伫咧3月份桃园病院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咱全联会有做一个重要代志，就是甲台北的经验摕落去桃园市，交郑文灿，大家桃园市的医师工会做伙努力，所以。伫咧官方交民间，大家做伙拍拼。是，所以昨昏下暗，阮到11点50分了后，才散会啦。一个最重要的决议就是讲，明仔载中昼，特别成立一个叫做竹苗嘛，迄个新竹市、新竹县，叫苗栗县的一个医疗防疫的一个资源平台啦。OK。大家交地方的县市长。地方的医界、地方的护理等等，共同来协助。咱中央指挥中心，这个系统，大家好好把这防疫做得好。我相信官方交民间，大家来拍拼。还有参与秀熙教授安尼，足好的这公共卫生的这个论述做基础。我相信大家拍拼。这关咱应该过一过。有影，咱都来讲这个整合教育链头拄啊，这个
周理事长嘛讲着区域联防，然后咱讲吼。迄开始吼，这个网架也是讲吼，新北市邦桥遮吼，谁若无压落来吼，这个区域联防，则可能做无甲套牢啦吼。所以即阵新竹也好，新竹县吼，新竹市苗栗县吼，遮拢爱做好真好即个咱讲吼区域联防遮吼。快速台检即阵有咧做吼，咱嘛讲科技业也是讲针对移工遮拢爱来去做一寡吼，搁较套牢即个规划吼，整合非常的重要吼。过来，咱要先搁带大家来看讲吼，全国已经进入第3期警戒吼，蔡英文总统嘛讲话先做来看。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谢谢大家在这几个周末坚守在家。今天的确诊人数虽然比前几天减少了，但我们也注意到重症死亡率偏高，尤其是长者、慢性病患者，很容易一下子转为急症，造成难以挽回的遗憾。政府会持续强化医疗能量，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落实防疫工作一定要相互提醒，没有必要真的不要出门。今天行政院已经宣布强化3级警戒，延长到6月28号。另外，大学指考则延期到7月底办理，造成的不便还是要拜托大家多多担待。现在为了减少群聚，我们已经实施传统市场分流采买。身份证字号最后一码是单数的，周3、周5、周日采购；最后一码是偶数的，周2、周4、周6采购。有效分流才能够降低市场的染疫跟传播的风险。我还再一次的请各位县市首长都能够配合中央的政策，一起为防疫而努力。边啊，上惊是这个地方甲中央无共调啦吼，逐工伫遐呛赌安尼其实无好啦吼，所以咱要看到讲吼，真正港湾啊，这个台湾爱共心才有法度吼，咱讲一直对抗这个疫情吼。另外，咱们来看到讲吼，小连刷伫咧日本124万人，另外咱讲这个总有3个这个参议员吼，这个跨党派吼，无共党派做伙坐着死妖怪吼来甲咱台湾吼，真正是意义非凡吼，真正爱感谢因吼，真正是阿里嘎多吼，心卡拉感谢的是。另外，咱嘛 Thank you the world，Thank you the US 啦吼。真正有因的这个斗相共，咱过去真正有关喙炎吼。去年台湾 can help， 即阵台湾有需要的时阵，伊嘛递出着吼，递出着因上大的这个吼帮助啦吼。咱来看到讲，即阵吼日本互咱124万人的这个 AZ 放射，上紧伫咧6月15都要来去做啊吼。另外，咱来看到讲吼，咱顶礼拜有讲过。伊只预防射是日本吼家己制造，因讲落底偌济，拢总关互咱啊吼。啊，第二波吼，咱来看到讲，可能会搁继续来送，但是咱嘛爱讲着吼，小连刷伫咧日本送咱疫苗也好啦，即个美国送咱疫苗也好，有人讲那毋是311万剂啦吼，即个敢若124万人啦吼。另外，个人问讲，哇，即个75万敢袂伤少？但是咱来好好来讨论，就是讲吼，美国吼过去送互咱的即个疫苗。咱看到讲美国白宫迄当阵甲咱公布的吼，咱是即个亚太地区啦吼，差不多有10几个即个国家吼，内底咱会当摕到75万人，700万人，超过咱讲内底有即个75万人，差不多是超过1/10啦吼。所以比例上，其实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拢对台湾真袂歹啦吼。所以有人伫咧政治上的即个操作吼，真正互人看较无遐尔即个好的即个作为啦吼。但是咱嘛爱看到讲。即阵嘛开始要好好来注意防射，蔡总统进前1礼拜嘛有讲着吼，该轮到你要去做，你就还来做吼。咱嘛讲下半年才有法度拼讲即个群体免疫的即个部分啊，先搁请教这个教授。咱群体免疫，咱讲吼60%是70%吼，当然有人讲即个人数的即个话18岁以下莫去算，因为因袂当去做嘛吼。但是即个群体免疫，咱到底爱安怎好好来去甲按算，咱才有法度。随着这个疫苗来，咱真正有做好疫苗大规模的注射，咱吼群体免疫才有法度达成咧。头拄仔咱讲迄7亿联盟，我是真感动。台湾即届若要搁创造另外一个奇迹，我是感觉咱爱拍到80以上。因为变种病毒吼，甲以前武汉演化出个无共，以前60可能会使，80。台湾若我都拍80，今仔日咱嘛是台湾的。未来咱要追求的，对医疗来讲嘛是好。你看，伊已经会当组7医疗联盟，我对这个美国来除了疫苗了，其实咱嘛会在这个所在改讨快筛，因为因即摆无需要快筛啊，所以咱快筛是新加坡一天会当做3万个，咱今仔日1万，
咱为着要甲区域联盟结合，咱的快筛能量啊，甲快筛使用方法，一定要冲，咱要提前部署，因为咱佫有小群聚感染，万一若发生这，啊要有经员，这人会当按照时间去上班，安尼你无快筛，因为你袂使干那检一遍，吼，你这头拄仔咱讲啊，你可能佫要定期甲检测，防止伊隐性感染。OK， 所以这我是感觉咱 NPI 啊快筛甲疫苗3位要到体，啊分阶段，啊最后疫苗达到80%。我是感觉咱今日 NPI 会当做到80，咱其实已经做到80，咱今日看到这是剩20尔。吼，但是要到90，这10% 是真困难。吼，啊90要到100，这真困难。所以咱 NPI 佫有快筛，佫有疫苗。头拄啊，洪律师长讲的，啊周理事长讲，啊医疗联盟佫会当结合，台湾一定会当度过一届的难关啦。是啦，吼，这个 NPI 就是咱一直讲，毋是药物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措施，咱真正吼，这全国第3期境界，咱继续做较套牢的吼。真正咱头拄啊听到这个蔡总统嘛讲的吼，这个咱讲吼，这个身份证可买吼，你若是吼，就要照分流来去市场做买吼买物件吼。咱慢慢看到讲吼，佫有这个君主吼，这个拢挖伫这个传统市场，虽然吼大家拢有这个采买这个需求，但是你若看吼，一担吼，伤过侪人吼，真正都卖去啊吼。另外，咱讲这个快速体检，这个机制嘛要建立啦吼。另外，咱吼上尾啊嘛是要等这个疫苗这个部分吼。疫苗的部分，咱继续来看讲吼，Moderna 吼第2月初到这个拜3的时间，就要来去做吼。咱嘛讲过，这个 Moderna 吼，这个部分是这个 mRNA 啦吼。有人讲啊，过去吼，这个一寡这个负心人，因是来注这支预防针等等吼，这可能还搁来讨论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哦，即阵莫阁去查讲，哦，我到底要注多一支啊？吼，即阵有预防针来，都要紧去做吼。咱继续搁请教这个洪理事长啦吼。咱来看讲，Moderna好，日本的这个 AZ 疫苗也好啦吼。即阵咱看到讲 AZ 伫韩国各另外这个需求，因过去拍这个注这个 Pfizer， 因看到讲 Pfizer 可能副作用较悬啊。即阵拢买 AZ 啦，吼，你安怎看？啊，基本上若是每一个国家有认定的这预防针，我。拢基本上拢感觉，这拢是用个信赖。啊，基本上拢叫做利大于弊啊。有影啦，难免吼有小可一些副作用啦。所以基本上国家应该会甲咱用专业来判断这个疫苗是毋是安全性，是毋是有效的啦。所以基本上拄我讲的这个，毋是干那蔡总统拜托咱咯，有啥物疫苗你就紧去做。你咧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嘛是同款的这个概念啦。我印象上深的是，咱过去咧做流感感冒的预防针，拢公费的，拢有几种。一种是国光的，咱家己国产的；啊，一种是国外进口的，像巴斯德啦，是有诶无诶即款药剂。啊，因为阮是医疗人员，阮拢爱大清楚，所以10月开始咧做的时候，10月初。啊，无就是9月底，公费的疫苗就会配来阮的诊所，啊，阮就爱做啊。会先交的是啥？国产的嘛，所以我几乎每年我拢做国光的啦。先做啦吼。拢做国光的，啊，国光的大部分民众拢认为比进口的较歹啦。啊，所以若民众咧问我拢嘛甲报告讲，啊，歹势，啊，国家配啥我就做啥。啊，我当伊做迄上歹，叫做国光。啊，但是无一定哦，风水轮流转哦。是，去年度流感疫苗吼，反而是进口的副作用较大哦。是，大家抢要做咱国光的哦。所以基本上我是认为讲，无论讲伊是叫做吼 AZ 疫苗啦，还是即马要开始开打啦，有诶无各种疫苗，是，迄种安全性拢会使啊。我逐支 AZ 疫苗我做过啊，超过2礼拜到3礼拜。是，啊，应该有诶会这副作用。难免拢有啦，啊，但是基本上我是信赖伊的效果，交伊的安全性。是，有影啦吼。咱讲即阵无论是倒一支啦吼，有人佫又讲，这个美国来可能佫有这个 Pfizer， 还是讲 Johnson & Johnson， 无要紧，伊来啥咱就做啥，吼，轮到你的时阵就去做，吼，这就是遮尔简单这部分吼。莫佫伫遐想讲，哦，我要经倒一支吼。虽然这个过去嘛有人安尼吵，所以这个指挥中心讲，啊，摆你若是这个你要去自费的时阵，你会当去选吼。但是即阵咱讲公费的吼，免这个行政、这个病院的这个行政费用等等吼，咱真正轮到啥物就去做啥啦吼。所以这是真正咱爱甘心啦吼。咱过去吼，这个政府甲咱定遮济吼，但是因为这个种种吼国际这个吼疫情的这个情势，也是真尴尬的吼，所以咱伫遮
会当无论得到日本的这个124万吨，甚至讲买手因个会来去送一寡这个疫苗入来另外，咱就讲到这个美国这个部分无论伊是送什么咱都要好好照这个顺序来去做嘛免伫遐小抢。咱讲较少年的这个部分，你就是做好你该有的这个过去咱咧讨论公共卫生，卖出去就卖出去你若是爱做工课，你都要好好保持着咱讲过去所有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措施啦另外，有人嘛咧比较这个日本也好啦伊即阵要送这个越南200万吨，有人就伫这个数字去做比较。为什么你送台湾才124万？拜托的，迄当阵伊咧送的时阵，伊是这个所有的这个货拢悄悄传出来互你啊真正咱爱怀抱一个感恩的这个心头拄咱嘛讲到这个议员这个 Duckworth 来到台湾，咱头拄嘛讲到，伊是安那？伊是过去参加到这个 Iraq 这个战争内底坐到直升机失事，咱讲切断伊这个骹腿，但是伊真正嘛甲咱做到这个宣布一个好消息，也感谢咱所有的来宾。嘛，感谢所有这个好朋友继续甲咱支持嘛对抗到这个疫苗这个部分，感谢，多谢。